黑夜籠罩，豪華郵輪悄然起航，6個毫無關係嘅陌生人被邀請參加一場神秘嘅遊戲，一場公平、公正、公開嘅遊戲即將開始。歡迎嚟到參與代碼遊戲，我係各位嘅主考官。接下落嚟，我會說明一下代碼遊戲嘅規則同埋流程，請各位喺緊接住落嚟4輪嘅遊戲當中爭取最多嘅代碼。現場嘅可官會為各位派發代碼卡，所有嘅人會因為唔同嘅原因而有不一嘅代碼。1分嘅代碼會代表現實中1分嘅金錢。希望大家能夠得到滿意嘅金額離開。歡迎各位嚟到代碼遊戲，我係你哋嘅可官，我叫小羅。你哋望一望自己代碼卡數值先，然後各自咁樣嚟個簡短嘅自我介紹咯。大家好，我係一個好好勝嘅人，我係一個活潑天真嘅一個女仔啦。咁咧我就係一個溫文不善言辭嘅人啦。我係一個好認真嘅人。我係一個務實、木訥同埋穩重嘅男性。一睇我就知道我係一個單純、愛幻想同埋體貼嘅 girl 啦，即係有一個風度翩翩嘅白馬王。你都係唔好 FF 住啦，專心玩到第一隻 game 先啦。第一輪遊戲全場一致，我哋嘅可官會邀請6位輪住扮演出題者嘅角色。大家咧台面上咧會有個啱，同埋會有個硬幣嘅。咁啊個硬幣咧會顯示 yes or no。咁一陣咧大家會投暗票嘅。只要所有人嘅答案都係一致嘅時候，你哋嘅代碼就唔會有任何嘅變化。但係如果全場唔一致嘅話，就每人會減20萬嘅代碼嘅。呢個時候你可以企起身，然後背住大家，然後朗讀出嚟。尋求默契同埋合作，可能係獲勝嘅關鍵嚟嘅。各位遊戲順利。你嘅問題係今日係唔係星期日？今日幾多號啊？你哋唔知咩？你可以將啲答案擺落你嘅骰盅嗰度啦，然後可以交到我面前。你哋嘅答案係 yes、no、no、yes、no、no， 全場唔一致。我係咪一個溫文嘅人呢？好，公布啦 ，no、yes、我係咪一個天真嘅人啊 no、no、yes、no。嘅耳仔啊！肯定係佢自己，係咪啊？我估到嗰啲問題有警棍咯。其實後尾原來我揸翻個題目一望，其實我本身要問嘅問題係，問大家覺得我係唔係一個女仔？今日係唔係星期日？但係我嘅目標係要令到大家有唔一致嘅答案。點解呢？明明全場唔一致，個個人都要減20萬。我都係諗住應該全場都係追求一致㗎啦。但係我過一 round 之後，我就發現係應該唔係咁樣玩啦。你題目唔係重點，重點係我哋可唔可以達成一致？決定咗就可以交出嚟啦。佢轉答咯，佢轉答案啦。原來係個任務就係要令到佢唔一致而自己贏錢咁樣。所以我就係加咗錢嘅。你笑得好開心，我唔開心，我好傷心。笑到4萬咁口都唔開心。Anyway， 賺到錢就買啲想要嘅嘢咧，例如究竟你哋係乜水呢？你係咪覺得有啲奇怪？你嚟到嘅時候好似失咗憶咁啊！我而家係一個失憶嘅人啦。我而家其實就係嚟咗一架船上面，但係我係冇咗記憶。我其實都唔知道自己係邊個啊！見到有代碼遊戲呢4個字，我唯一嘅記憶就係原來我係爭人300萬。我孭住300萬嘅巨債。我係被逼嚟到呢一場遊戲入邊嘅。點樣去揾翻自己記憶啦？知道自己邊個啦？呢個就係目前最大嘅問題啦。你哋絕對可以花費代碼去向現場嘅可官購買翻你哋嘅回憶。每人都有自己嘅秘密。接下來等待佢哋嘅係一場有代價嘅遊戲。
大家好，我叫阿宇啦。咁我今日咧玩呢個劇本咧叫回檔啊，本身就冇賭錢嘅習慣嘅。之前都有玩過下劇本殺嘅咁樣。我叫 Kinda 啦，咁就係一個大專生嚟嘅咁樣。我叫 Ginger 啦，咁今次係我第一次玩劇本殺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Micky。有時都會同朋友參與一啲小賭怡情嘅聚會嘅，例如係打下麻雀嗰類型啦，係。Hello， 大家好，我係 Erica。賭錢可能得閒買下馬，買6合彩，可能1億冧多寶咁樣都會買下，但係唔會賭大賭。你可以叫阿 Ben 啦，買賭波啊？冇啊，邊度咁啫？而家就係購買回憶嘅時間，逐個出嚟啊！好 rich 喎，逐個出嚟啊！咁有錢嘅。呢啲嘢冇幾重要啊，姐姐。係咯，出嚟買回憶，推進下個劇情先啦。我只係知道我屋企人敗光咗好多錢，可能我知道我嘅媽媽去咗澳門之後，帶咗個陌生男人翻屋企，我俾人拉咗入房，跟住俾人拉咗入房，家姐拉咗入房，跟住我就唔知啦。係我有家姐嘅，我唔知我家姐喺唔喺度，好想佢依家喺度，因為我見到佢好似好難過，都唔開心。我嘅身份係同家姐一齊住嘅，同一間房啦。我會得閒無事就聽到家姐喺度喊咯。屋企人好似有啲鬧交咯，然後呢邊不和睦啦。我屋企人敗光晒啲錢。我有咦？我係我爹哋。佢依家知我自己有個家庭，有2個女，仲有個老婆。個老婆咧就賭博成癮，就唔知喺外面借咗幾多錢，成日俾人男朋友啊，叫我哋還錢欠債。內心敏感、倔強同埋渴望關注嘅角色，曾經係一個賭鬼嚟嘅。我係攞咗我同我老公共同一齊儲錢嘅50萬出嚟賭錢，但係我亦都因為成日去賭錢啊，去打麻雀咧，我係可能會唔記得咗接小朋友放學。曾經俾佢話過啦，但係之後我都再次去咗賭錢。我有家庭㗎，好開心㗎，好開心，有個女咯，又有老公咯，都靚仔㗎。依家又分居咗噶啦，咁樣大女同埋個老婆一齊生活，咁樣所以你跟我嘅。唉，大家都好慘啊！唉，我係個仔敗光咗我啲錢。我係一個賭博者嘅媽媽。你個仔結咗婚未啊？佢都係有新抱仔我，係奶奶啊，奶奶，我都有個奶奶㗎。原來我係結咗婚㗎。我老公之前係自己開公司嘅，但係佢因為經營不善啦，所以執咗笠啦。我喺公司執咗笠嗰一日，唔知點樣同屋企阿媽同埋老婆交代，跟住之後經過投注站。諗住抱有最後一絲嘅希望啦，跟住就買咗一場過萬蚊嘅足球賽事。我係生意失敗咯。前排就收到一封信啦，咁知道佢又再賭啦，又再爭人錢啦。我就聽到個電話啦，佢就話呢度係乜乜乜兄弟財務借貸喎。咁我就繼續聽啦，先至發現原來佢借咗財務公司10萬蚊啊！有一日咧，我見到佢喺奶奶間房嗰度啊，偷偷摸摸咁樣攞住啲嘢喎。佢就問我攞錢啦，咁我就俾咗張10萬蚊嘅資料佢。佢就同我講話，佢唔會再賭噶啦。我都唔知點解我個仔咁乖咁勤力都會賭錢咯。我老公都係生意失敗嘅。你有種姓何？我都有個奶奶㗎。有時我都有阿媽喎。你哋會唔會係 family 嚟㗎？第2輪遊戲合作無間，一陣現場嘅可觀會將你哋分成2人一組，你哋會同對角嗰一位猜包剪揼嘅，你哋2位啦，你哋2位啦，同你哋2位。咁啊，你哋可以協商一下，一陣你哋猜啲咩出嚟嘅。我哋可以一人贏一次都會輸。一人贏一次，之後窮嗰個咧，最窮嗰個咧就贏最後嗰次。但係佢分組嘛？係。即係佢同佢講緊嘢。係啊，佢唔係同我哋講嘢。好啦，不如將個贏同輸，我哋交俾個天啦。我哋唔好傾猜包剪揼，贏就贏，輸就輸。睇命運。好啊，我哋唔傾。專業，正所謂有賭未為輸，傾都費事。
你哋需要共進行3輪嘅蒙眼包剪揼，每一次勝出，你將得到50萬代碼。打和嘅話，則係雙方都需要扣減30萬代碼，而敗方就係損失50萬代碼。如是者，祝各位遊戲順利。好，請你合上眼睛。好，準備，3、2、1，收到。第二局，3、2、1，第三局，3、2、1，收到晒。3、2、1，3、2、1，3、2、1，好，收到。好，準備猜拳，3、2、1。當時我係冇諗咁多，因為我覺得冇得同對手傾話我贏佢錢，因為打和係必輸咯。即係打和係每人都扣30萬，咁冇理由要打和啫。即係啱啱包剪揼嗰輪，點解會選擇聽天由命咧？冇得去諗噶啦，已經。咁不如真係聽天由命啦。3、2、1。我哋唔好傾猜包剪揼，贏就贏，輸就輸。我最後係輸晒嘅，所以係好震撼。係咩？吓？你唔係話個遊戲係公平嘅咩？但係有啲人個代碼係，哇！我哋嘅差距係爭成200幾萬喎，我就有啲質疑呢個遊戲嘅公平性。最享受嘅部分應該係對方以為好公平嘅時候，其實我係出千緊啦，即係佢唔知道我一直都係開眼猜包剪揼。我賄賂咗個荷官啊，係啊，因為我留意到規則上面有規矩係可以有啲特別服務啦，所以我就舉手示意就話我想要一個特別服務咁樣樣。3、2、1，收到。3、2、1，收到。3、2、1，收到晒。因為爭錢啊，騙晒，所以要為咗贏要不擇手段。雖然呢個賭場講係公平嘅遊戲，但係喺我眼中係唔公平嘅。呢個就係最刺激嘅地方。好啦，呢個時候又係選購你哋嘅回憶時間啊！你哋想用20萬去選購你哋嘅回憶啊，定係由我幫大家特別選購你哋嘅回憶？但係需要嘅係30萬。20萬。20萬。 30。就投呢份啦。 30萬，其實冇分別嘅，點解要俾30萬？偷聽到原來買劇本係會多咗錢。咁冇理由賺少過10萬嘅，咁所以就買30萬嘅劇本咁樣。而家我哋去買嘢嘅時候，個數字嘅變動都係比我哋預期中唔係幾同啦。佢唔會喺我嘅負債裡面加30萬，而喺我負債裡面減去30萬。我自己嘅代碼應該係要再減多啲代碼先至可以賺到錢咯。咁佢其實係賺錢定蝕錢？咦？咁究竟佢哋知唔知係賺錢定蝕錢㗎？我個名應該係有個心字。係啊，我阿媽叫陳心啊，我唔係陳心啊，我同佢似唔似人？好似冇阿媽嘅。我女女喺佢哋心目中，我永遠都係一個賭錢賭入冇嗰啲真係勸唔到啦，勸唔到就真係唯有要你。我可以用一啲特別嘅手段贏得比人哋多嘅錢。我依家目標就係將所有嘢清零，即係將我目前嘅代碼全部清零。30萬嘅，30萬，係加多60萬小費。我嘅要求係將我目前即係啱啱俾我嘅小費當成下一個人嘅交易金額。我揦嘢啦，你哋家人，來互相傷害吧。我爭40萬就可以還清個300萬債。早排有一日開始覺得有啲唔係幾舒服，成日都作嘔作悶咁。點解會揀30萬嗰份回憶？
我想揾翻自己係邊個。呢個時候，你哋要準備用上，而你就要留埋呢個。In your lies, my soul betrayed. The thrill was sweet, but now I see. Took everything and left me empty. 大家好，我係 Smart Eye Change 賭博輔導服務嘅源頭易減賭計劃嘅計劃主任阿 Dave。咁就希望透過呢一個嘅劇本殺嘅方式咧，去到俾我哋嘅一班青少年去到體驗翻呢班賭博者同埋佢屋企人嘅一啲感受同埋經歷啦。劇本殺我哋其中一個嘅渠道啦，我哋另外咧仲有做呢個大專生嘅抗賭義工培訓啦，仲有呢一個嘅一啲流動宣傳車啊，去到做翻社區教育咁樣嘅。